来关心总统杯跳水锦标赛6月7日比赛，严格高雄跳水队的选手宣布发度伫高雄训练。这是因为高雄的国际游泳池对去年5月份整修甲打拢还未做好。按跳板顶向前跳，正拍伫软柱顶，唔知的人了做是咧练体操，其实因是咧训练跳水。要代表高雄市的中正国小跳水选手，以前拢是伫高雄国际游泳池跳水池练习。不过游泳池因为漏水，去年5月休困整修，原定11月完工，所以因为变更设计拖到这阵。结构问题又必须最快要到12月，其实这样的一拖再拖，都造成包括游泳选手、跳水选手在训练上面的这个权益都会受到影响。教练也积极的在提供一些相对应的方法，然后让选手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，依然能够成绩的一个成长。正常的跳水训练比例，水上甲陆地是4:6，因为场地问题，选手只好改做陆地训练。艰难状况，互人看了唔甘。另外，台湾目前敢若高雄、台中甲台北有5米深的公立跳水池。为着后个月初的总统杯比赛，家长只好家己出钱，互囡仔去台中训练。立委要求市府爱补贴选手外地训练费用。运发局本于支持我们高雄的这些体育团队，那么我们运发局也会来筹措一些相关的经费来补助。除了跳水选手训练场地有问题，欠水严重，高雄4月20日起暂停开放公立游泳池。不过因为南部落雨无理想，文化局讲游泳池会继续跟甲抗旱应变中心宣布重新开放为止。期间有比赛需求的选手会当申请鉴定，也是高山游泳池做训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